大家好，頭先我諗住 post 一個大約有18分鐘長嘅畫畫片，不過我係畫喺，因為喺 iPad 度揾唔到角度去畫，我用咗手機，跟住我錄完啦，跟住咧我諗住 post 嗰陣時又要輸入密碼又咩好麻煩，所以咧我哋下次想睇我畫畫嘅話，可能係等你要，唔好意思啊。下次我會喺 iPad 度揾我細佬幫我錄影我嗰一個第二個畫畫片㗎啦，唔好意思啊。好啦，今日我哋諗住分享下我有幾張決鬥大師牌。呢個咧老鼠卡佢戰鬥力都幾高嘅，有6000，暫時係排第二個決鬥大師卡。呢個係排第3，呢個排第4，呢個係自然文明加水焰文明，我唔記得咗。我大部分都係火焰文明。呢個係我個王牌，係我買快樂月刊嗰陣時買翻有附贈呢張卡俾我，都 OK 嘅，我都覺得好型。同埋係20週年送出嚟嘅卡，例如咧，你要買漫畫雜誌咧，例如想買決鬥大師卡咧，又抽唔中啲王牌卡咧，你可以買快樂月刊嘅，佢哋會贈送決鬥大師卡啊、Pokemon 卡啊、陀螺都有嘅，係啊，同埋係附呢個係我細佬整嘅，我細佬咧都有開一個 YouTube 頻道，不過都係同我一樣嘅訂閱者數量。同埋咧，我個 YouTube 雖然好少訂閱者，不過我 IG 有好多人追蹤我嘅，我淨係 post 咗56個 post，唔知點解有咁多人追蹤我。食個紫菜先。假如如果你哋問我想去邊一本漫畫雜誌投稿嘅話，我諗下，譬如黃道漫畫唔啱我，所以我唔會去揀周刊少年 Jump 嘅。你哋都知道周刊少年 Jump 係咩類型漫畫？係全世界排行第一嘅漫畫。佢哋主要都係收集黃道漫畫嗰啲嘅，我覺得周刊少年 Jump 唔啱我。你哋問我，不如去周刊少年 Magazine 啦。我就係想去周刊少年 Magazine 嘅出版社，嗰間出版社嘅第二個月刊，佢哋嘅周刊少年 Magazine 嘅出版社叫做講談社，周刊少年 Jump 就嘅出版社係集英社，周刊少年新地就係小學館嘅。你都知道嘅話，知道咁就我話頭先我想去講談社其中一個雜誌投稿嘅係，我睇中咗係同一個人進擊的巨人去嗰度連載嗰本漫畫雜誌《別齊少年》嘅時就投稿，因為咧佢哋主要都係非主流嗰啲，唔係黃道漫畫，我覺得係比嗰一個漫畫雜誌係比較自由啲，可以
生日係有啲限定，不過可以加入嗰一個嗰一度可以話嗰啲非主流真係可以畫咩畫連載咩漫畫都得㗎。其實咧，我已經諗咗長篇連載一本漫畫㗎啦。但係我已經設計緊個世界觀，因為我而家畫嘅又冇咁好，分鏡又唔會咁好，所以我會畫住好多短篇漫畫嚟練習下。唉，有啲緊張投稿漫畫，所以我要加倍努力完成自己嘅目標。例如你鍾意我嘅頻道嘅話，就訂閱我，跟住分享你嘅俾啲朋友或者親戚都得㗎。好，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啦，拜拜。